一个关山农家子弟陈家谦，从小录音上讲，爱去到外种天养无穷样嘅生活，啥冇想到离开嘅关山，按多年过后，又想爱归入下工作。伊听到阿爸从头学起时，本来坐办公室，规日地扣家睇冷气间嘅上班族，都更加爱蒙田食饭，同风采日照真享受。陈家谦过用心对待自家生产嘅米，创立品牌自家卖。以全台湾的事业都很高位，实将面对银行，汉同关山之内地图以那提包装好，而银行是得到分享的饭，也来认识生产出好米的关山，也做中头的故事。这米记隆隆滚，地界隆谷，弄出粒粒金口嘅米，这系陈家谦刚润嘅新歌。69年自己后生刚中意，陈家谦土太学习时出另外种图书做事，转到故乡之前，佢哋台南做苗入城市设计师，故意坐办公室，看嚟住幕打电脑嘅一个，佢开始尾，你咁系自家为个人嘅的，所以佢嘅天突然不用转到家乡推动关山。接怕对阿公快时刚一天。我们那时候回到关山，在做这个米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就是想，搞米搞其实冇传承，那其实系冇传承的。那以前爸爸是开计程车嘛，然后再做部分的田，那其实还能收支平衡，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家里有传统产业，就是米这个部分。那我们就来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这个啦，有拔特定的草，这很会生，所以我们就拔特定的草这个样子。像有咗嘅天橋當入生命力，其他工作很做得如是機器，唔過幫手兩件事情，天錯而時間來做。你割完稻之後。晒过田那个就还好，只是那种草会从田埂那边一直晒过来，不一直沿会长过来，所以除不完，所以我们就特定就拔这个草。土豆子观察时，第四步就唔会难咪条路，张开时朋友然外都反对佢转去耕田，转来过后，从头开始听人阿爸好，浪田浪动业骨，陈家谦人上动情。我们都是尾牙前要插秧嘛，那时候又很冻浪，那是冻浪，滚用，嘿，所以那个时候我会觉得一年里面做农那个时候是最辛苦的，然后马上又要插秧，哇，那个冷。陈家谦老阿爸穷下岗夾3每天，從細看你阿爸做農，佢忙唔得到為離開關山，而為種田野冇強容嘅生活，實冇想到心肝頭肚心焦掛掉嘅日。走出病牙嘞！我大概回来5年了，有时候会想说，也许以前西部生活比较方便，比较不那么辛苦，但是压力比这边大，那这边的话，我们把自己的米、自己的稻子能够种好卖出去，让大家看到农夫自己本人，其实我觉得会比较开心。嘿，所以觉得说，这个工作对自己比较有點使命感。選美整一個設計嘅田，唔過送腳到啲奶調度嘅感覺，佢吃到當食材，咪喺那上回家鄉做到事情。設計谷、設計整、米、設計賣，為到會打出品牌，香港嚟全推高鐵嘅實習，老銀客面對面，包裝設計咪改變傳統形式，用一種當定一下嘅風格，甜甜嘅老米包起來。當入小嘅溫度，係那包裝制度係要學問。我們就想說，那紙我們可以把它背面可以再做一張關山地圖，然後我希望是大家吃到米好吃，然後呢，嘛做咧看到愛關山倆體豐又買東西又
又嘛该甜，又嘛该做得高的，做得实的，安样。所以你看到米，你是到米好食，你做得来了，这是我想要达到的目的。希望以下才会包装嘅世界，會天天嘅發現地圖講安到乜嘅，生意累了老了，找圖來簽，認識了出產米嘅素材。僅先用你那地圖來關山來聊，當做一張尋寶地圖來到關山鎮，然後來吃我們關山的地方小吃這個樣子，然後來我們的店裡走一走，原來種倆米也您上倆安樣。所以家店米唔係當鹹米，就像係一般嘅家行業家用當都市，別學當年嘅關山地圖地圖，老手工法嘅經典圖，電腦貼片聲音注意，倆出係機成為老景客分享嘅家鄉事。去年暑假，我在 7-Eleven 看到那個觀光客，他拿着明信片，很奇怪的是，他在關山投明信片，他來關山玩，他寫關山的事情在明信片上面，但是卻是用綠島2個字的明信片，所以我想想，為什麼我們不做關山的明信片？明信片學畫嘅寫嘅都係關山，然後我自家來到點都就難喺度。又動到又故事的 logo 啦，所以我們就把它放在我們的明信片裡面。你來我們店裡，我們送給你，你寫完之後投遞出去，那接到的人可以看到我們關山的一些事情。為才推究先河，民國37年起嘅兩層樓容父母內臨界建築，是喺嘉義市最紅最大嘅百貨店。它建築物上面有一個獅字的一個商標，其實在過去日治的時期，台灣人有自己的商社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而它剛好又坐落在我們關山的一個其實蠻行政中心的一個中間點這邊。QQ 嘅建築和東主股，專家哥出發現嚟到冇強容嘅股，出從倆草造福10年起嘅關山羅浮茶頭。你可以看到是說，它老火車站的屋頂是個五角形的一個屋頂。那在當時呢，這個屋頂是混搭了日式跟歐式的一個建築模式，讓在關山在台東這個縱谷縣其實還蠻特有的。羅浮茶頭喺民國67年退休，順行起屋企起嘅站裝修痧，為強下見證嚟關山嘅鐵紀錄歷史。它在被整修完畢之後呢，現在目前它是以民宿的方式存在這個樣子。它特別的地方是那個它的窗戶是往外面延伸出來的，那它的屋頂是雨林式的。看到透過繁華光景嘅老建築漢地街。行地倆按照老師妹嘅素材，出場係行業老頭擺。用心看，大家個頭都有想唔到嘅事情。聽人一推嘅米，家鄉嘅故事聽人傳出去，一口甜嘅潮嚟香噴噴嘅盤，未從皮到關山嘅意思。全家錢唔單想賺到故鄉身份，還係希望透過自家嘅米，家鄉為主，還能當然看到。